哇！黎智星又跌低。好噃！希順嚟喎，好勁啊！真係。你媽邊個啊？又望住大波嗰個？哇！睇緊隊友出聲，係啦，攞神，轉身出界，轉身出界，攞個波落嚟。細佬，咩人一次？佢 K 條嗰個嘢啊！佢問翻我，教練問我諗咩俾佢講，佢即刻掟低個波俾佢講。攞神，攞住條，睇隊友，波籃板，好啊！跟住大家攞晒先，攞晒先。哦！靚啊！走位靚啊！走位啊！走位啊！mark 翻人啊 ，Phoebus！ 等緊你啊！好噃！走位走位！自己有。自己有撞到一對。你 mark 邊個㗎 Phoebus？mark 翻mark 翻一個 treble 啊！哇！好勁！好噃！紅手波，你拍波拍得好多。你聽我講，你應該早啲處理。有人拍住你，你處理唔到，你冇一個圈，你拍得好，你睇啊！係咯，又後。黎智星搶啊！喂，誒拍頸踢頸喎，女仔嚟㗎嗰個。靚招！誒 good ball 啊！嗰一個。今個啱啱夠喎，冇人轉體啊，係嘛？如果第一時間轉體啊，我攞手風。睇翻人 Phoebus， 你睇翻咩人㗎 Phoebus？ 又可以作切㗎，拍波！誒冇事冇事有冇事有冇事？打開手打開手！佢搶波呢個唔係要得睇啦。入去啦 Phoebus！ 吹吹，一隻吹！做乜唔防守嘅？黎智星摸住希順先啦。係啊，佢以為係啊。黎智星，你摸住希順先硬啦。淨啲走位啊，走去對面啊！健身 Phoebus 健身。你唔好企喺希順後面啊！黎智星，你走位啊，空位揾空位。你企男仔先，等佢啱啊！ Nice shot！ 唔好企喺人哋後面啊，黎智星。係啦，攞實先。好，
好嘅，哎呀，我仔究竟啱係邊個？我嚟嘅。係啦，好噃。